刚才打电话给光头神探卖家，他说10天去世之前的1个月已经神志不清，认为呢死得不光彩，所以叮嘱呢不要为他搞后事。林正英、王占、吴孟达也是这樣。想知道原因，聽聽賣家怎麼說。今次會唔會有啲咩追悼儀式咧？冇啊，因為老細就維權。哦。呢個我個黃先諗，即係話咧低調。呢啲唔係好光彩嘅事啫。係。咁你就唔想搞大佢。我個黃先講即係咧，佢已經佢後晚年啦。即係後來都1個月啦，都神志有啲不清㗎啦。佢兩個仔由美國翻嚟香港回佢，咁佢就交落俾個仔兩個仔，乜嘢事都唔好搞，就好似學個黃先咁低調。同林正英一模一樣啊，又係咁樣啊，個仔美國翻嚟又係話低調啊。係一樣，一模一樣。